后来乡亲啊，即摆疫情是3级的警戒，中央有规定禁止室内5个人以上、室外10个人以上的聚会。各地警方嘛积极咧查缉，结果发现讲台中、台里有7个人招做伙咧拍牌，南投有民众是招做伙啉酒，彰化是有公庙办法会，有10外个人做伙咧上京，安尼拢袂使，安尼拢总爱罚。咱有这个是像哈。 公庙内底小小的空间，10外个人办法会，因原本咧念经，一看到警察随徛起来，伊也收起来，准备要散过。能够实名制。这是伫彰化一间公庙，庙方讲因拢有挂嘴暗嘛有实人制，不过即马全台是第3级疫情警戒，室内禁止5个人以上的聚会，室外禁止10个人以上的聚会，就算有挂嘴暗嘛袂使。同款违反室内聚会规定的，阁有南投的乡亲。 路过的老仔厝有5个人咧啉酒，拄好5个人嘛袂使。本分局查明身份后，已请南投县卫生局依规定裁罚。警方阁查出这5个人当中有1个人咧自主管理期，家己出去外口阁去聚会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。哇，那遮侪人。警方嘛查到台中、台里有7个人伫室内拍牌。室内超过5个人不行，你们不是家里的成员就不行。因唔若超过人数，而且有个人阁无挂嘴暗，台中、彰化、南投，才违反聚会规定的人，拢会罚6万到30万以下的罚款。